大家好，我係3A 班黃俊賢。今日分享嘅題目係西沙高柏遊記。西沙高柏係一個位於馬鞍山同西貢之間嘅大型運動商業組合體。我哋由屋企出發，搭巴士就可以直達西沙。西沙高柏有佔地10000尺嘅戶外運動設施，可以俾我哋租用。我哋首先去咗單車徑，嗰度可以租單車玩。單車徑有2條，分別係800米同埋1500米。原來1500米都唔係咁短嘅距離，不過我踩咗幾個圈，路途有啲微風吹過嚟，好舒服啊！除此之外，嗰度仲有籃球場、足球場、高爾夫球場同埋匹克球場等設施可以租㗎，好多選擇啊！玩咗成個下午，我帶住疲累嘅開心嘅心情帶返屋企。我今日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。